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莹。新闻开始来关心乌勇直升机失事的后续的代志。这个公布乌勇直升机失事，这所有乡亲拢知影。今日早起10:40，找到失事残存的飞行资料记录器，也就是讲咱一般咧讲的乌鸭仔。虽然讲这个代志发生原因，还阁进一步的调查，不过为现场来看，规台无人机，这个机身的导弹器，无人机的头呢，拢是落瓜糜，这个机身拢歪高起错，再加上罹难的8名的将官，拢集中伫无人机这个机舱内面的这个前半部，所以讲有专家认为讲，甲军方所讲的北港可能有真大的出入。失事乌勇直升机变成一堆废铁，机内零件搭甲飞涂骹。失事前，这雷达点面的光点消息，嘛无发出求助信号。这种现象有多年飞行经验的真空军飞行员讲，这是惊喜。一般光点消失来讲的话，都是蛮不寻常的。我这是要先救飞机，还先呼叫，或者是请副驾驶呼叫，我正驾驶来做处置那些就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。军方定调做北港，但是专家认为，以现场机体残骸来看，可能受到强烈的撞击，甚至并不压力。对于现港的机舱位来看，除了上正牌正副驾驶，第二排机工长柯宏斌，刷来是参谋总长辛立明，政治局副局长陈文。挖进机尾是总署官长韩正宏，甲新闻官陈应德在内8人，但是最后罹难的8人的弹讲拢集中伫机舱的前半段，剩余的5个人是挖进机尾处，因此直升机是不是遭受撞击，甚至牵涉到战管中心导引落线，嘛拢成做外界质疑的焦点。战管是它只是雷达 watch 我，就是说监控我。军机来讲，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大，所以我有时候我就目视，我就自己定目标区。如果说不幸撞到东西，那绝对是正副驾驶是第一个，首当其冲最大的撞击力。这件史上上严重的军机事故，到底是气候、地形，或者是操作上的因素，一切拢需要等待乌鸭仔的判断，解开真相。